请问被点到笑穴的台语，倒一个上侪人讲？来美秀这边是抓到痛筋，因为啊，如果咱家己在耍的时阵，拢会安尼抓伊的只，哎呦，嘿，就抓到痛筋，你就哈哈一直笑安尼。所以我这边是抓到痛筋呐。啊，像我这边是着笑鼻啦。有当时啊，若开鼻就一直食，啊，你笑鼻若开，你笑袂停啊。无好笑嘛是好笑。对啊，笑到流目屎都有哦。笑鼻痛筋，咱拢有捌听人讲过。是。尤其吼，咱既然讲咱的题目是用过选的嘛，看偌济人答案上济，这都真歹讲啊。所以规气严谨交心明。捌听过着笑鼻，捌听过。是。啊，所以阮就会直接选哦。 有听过，痛筋，有一种讲法叫做着笑鼻，大家可能较毋捌听过哈。其实这种讲法伫日本时代就有啊，所以咱的台日大书典是有这个讲法哈。啊，什么是笑鼻哈？笑鼻就是咱的体内，互你引起的笑的这个啥内脏啦哈。啊，你若毛病时人就一直笑袂煞，啊，咱做出来结果哦，因为这哈着笑鼻，大家。 较无听过吼，所以伊着44减8趴，啊，拿着痛筋，大家较接咧讲，所以有55.2趴。哦。